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6月初2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这几日拢在落黄霜雨。昨暗9点外，伫苏花公路第9线崇德路段就发生土石流，有10多台车拢掉伫咧崇德磅坑内底。好佳在经过公路局抢修，昨暗10点半左右就已经随拍通啊，嘛无造成伤亡意外。 10几台车停伫咧崇德磅坑内面等，也有民众规去抱囡仔落车去头前看卖咧。因为落大雨，苏花公路第9线崇德路段163到164.4公里，有2个路段昨发生崩山，土石流下来了，砍喺路边，车无法渡过，拢停喺等。 因为它土石流下来之后，我大概看了一下，最浅的地方大概有30几公分，然后最高的就有1.5米左右的高度。就拍完照之后，我就赶快退回到崇德隧道里面。大量的土水下来了，砍喺点仔角路，真侪经过车4大灯起喇叭，提醒头前有状况。好佳在无造成更加大意外。警方先伫148.8K 中令磅坑8段口封路，袂互落来的车过。公路局是派人来修，暗时10点半车已经会当过。因为在04、03强震以后，包含最近的一些不断的余震哈，除了一些余震以外，沿线有一些比较破碎的部分，再加上我们有一些短时的一些大雨哈，它会有一些侵蚀。伫控诉控山花莲强烈地动了，当地已经出现要加1500片大细碎地动尾。苏花公路这晚土石拢松松拍拍，再加上落雨，正容易出现土石流，和车无法渡过。公路局就希望民众伫咧强降雨期间，尽量莫行山区的路。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看花莲玉里分局德产派出所的所长，伫拜五时，因兜食酒食了，佮驶车要去加油，结果伫路里就甲另外一台汽车相撞，2位驾驶拢着伤送病院。本分局员警于昨日晚间21时，在台东池上住家饮用水果酒后，驾驶自小客车外出加油，行经文田路某路口，与另一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 造成双方驾驶身体擦挫伤。本分局强调无往勿重，绝不宽待，予以记大过处分，调非主管职务，并调离现地，更从严追究相关考监责任。56岁派出所所长食酒驶车出车祸，造成对方的驾驶胸孔甲阿妈棍拢有刺伤，所长家己嘛敢若有脑震荡。 警方到场做酒测，这个所长的酒测值是每公升0.41毫克。玉里分局表示会严格来追究，嘛会甲这个所长记大过，甲调职处分。新竹竹北有一栋13楼高的主体大楼，早暗10点外，敢若是因为烧拍电引起火灾，2楼的一间办公室是全部拢烧了了。 消防局派出11台车、26个人去抢救，顺利把火拍花，嘛无人伤亡受困。大火一直冲在，互人看到真惊。新竹县竹北市一栋13层的集合式客家，初一晚10点外发生火警，火自大楼店面2楼办公室开始烧，敢若是电线烧拍电所造成的。办公室规个拢烧起，火也搁自塔门一直冲出来。它一开始是冒出浓郁的烟。 然后才产生火苗，感觉对，火苗慢越来越大，主要是烟最大。这栋13层的客家大楼有200多户，消防局派11台车、26个人来拍火，因为无确定是不是还有人伫咧内底。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将店面的铁门锯开，向内面喷水拍火。大楼内面的大户讲，迄当阵有放送讲发生火警，但是中庭规个拢是烟。 所以大部分的大户拢是对道行楼梯走到1楼。我是因为在家里闻到烟味，对，然后又有烟飘进房子，所以大楼的警报响了。火警现场是办公室的用品，一个笔记型电脑落火烧起来。火伫暗时10点52拍花，初步统计炭烧的面积28平方公里，现场无另外受伤，也无人掉伫咧内面，损失差不多新台币40万。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加热粉需要经过国健署的健康风险评估，才会当提出来卖。
目前有3个业者进入审查阶段。不过，互人质疑这苹果审查拖伤久，国建署表示，处理审查期限是6个月，应该嘛要扣掉因等待业者补件的时间。第一个业者上无爱到10月才算期满，不过到时嘛无代表一定会通过。再来是联合报，去年国内查到的大麻数量是10当前的18倍，对海外寄来甲伫台湾种的大麻数量拢创下新高纪录。不过，掠到咧用大麻的人数却无明显增加，表示也阁有真侪偷用大麻的人无互掠出来。落尾是中国时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昨伫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伊讲到美国甲中国的关系有改善，不过伊嘛表示美国支持台海维持现状，因嘛会维护南海法治。过来看到中国最近因的海警船一直咧侵扰咱金门的水域，咱的国防部嘛有证实讲，5月29有2只中国军方的船进入咱金门的限制海域，咱有随派出海巡队去甲处理。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嘛有讲，亚太地区也是美国政府的优先重点。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你已经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咱国金限制水域搁再出现不速之客，海巡署公布影片，5月29早起9点外，发现有2只中国陆军的补给船经过金门特山南方限制水域，海巡人员赶紧去驱离，暂停大约是40分钟。通报金门海巡队前往应处，并通令战备部队加强戒备。金防部讲，防区运用联合的情报监测的方式来处理。专家分析，迄天金门海象无好，共军可能想要朝军路回港，不过也无排除趁这机会时间压力，后续也是要提高警觉。从海巡署的影片可以看得出，接近这2艘补给艇操作极限，所以可能是基于天气的关系，从我们禁限制水域切西瓜回港，那间接的就是可能能够排除趁机施压的这种态度。中国继续对台湾文攻武吓，国防部公布，到7日暂时6点的24小时内，总共查到共机9只次、共南6只次，加海警船4只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8只次共机切外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相距离越南皮大约只有46海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加中国国防部长当军第3一会晤，双方讲到台海议题。奥斯汀是搁再讲到支持台海维持现状。We had a frank discussion, and that's important. And there's no substitute for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calculation. And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奥斯汀也讲，亚太地区永远是华府的优先重点。就亚洲安全，美国照法度并法律，美国甲中国会伫未来几个月内恢复两军的通话。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连续8档无受到世界卫生大会 （WHO） 邀请去参加。卫福部长邱泰源前阵仔带领世卫行动团去到日内瓦，向国际来发声。咱的总统赖清德即马嘛有接见这个世卫行动团，亲身来甲因说多谢。邱部长泰源，一个一个握手致意。总统赖清德7日早起亲身接见世卫行动团，表达感谢。连续8年，台湾国强拒绝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O）。不过，卫福部长邱泰源带领的台湾世卫行动团，伫瑞士、日内瓦，也是甲几个国家进行会谈，继续为台湾来发声。我要感谢大家的努力和付出，站在第一线，争取台湾及全球的健康人权。虽然很遗憾，今年的 WHO 受限于政治因素，依然没有将台湾作为观察员的议案列入议程，但我们看到世卫行动团多年来的努力已经展现成果。虽然贝里斯甲圣文心等这2个友邦伫 WHO 大会的闭门会议，有讲到希望和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不过将基尾并无互排入去议程内底。现台湾伫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嘛展现外交的成果，伫大会台顶公开发言支持台湾参与大会的国家，比去年23个还佫较侪。今年在 WHO 中11个友邦。所有的友邦均为我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O 来提案，共有26个国家直接发言来支持台湾。
罗清德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打造健康的台湾，未来会甲世界各国持续深化东方的关系，希望建立更较有韧性的全球公卫体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继续咧相战，因伫咧5月底有进行这4个月来头一届的交换战俘，拢总有150个人。另外，因嘛有交换200外个因为战争死亡的军人的遗体。下过边界，倒来到家己的国家，打只落车的乌克兰士兵看到亲人来甲接，心内是真感动。同款的场景嘛出现伫国界另外一边的罗西亚，才会着急要转去厝里的罗西亚士兵先敲电话转去报平安。当地时间今年1月24日，一架载乌克兰政府罗西亚军方的运输机伫咧边界附近去乌克兰拍落来。了后，双方虽然照原定的时间2月初交换200个政府，不过了后就无类似的交换。这一届是要4个月以来头一届交换政府。另外，罗西亚甲乌克兰两国就一日甲阵亡士兵的遗体交还予对方。现在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还未收煞。乌克兰讲，伫克里米亚附近的海域，伊无人快艇摧毁甲破坏几架罗西亚军方的船仔。罗西亚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贝洛索夫伫军事会谈当中讲到过去1礼拜战事的成果。Продвижение идет на всех тактическ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наших а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важных участках в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ротивник отступил на 8-9 километров. Только в этом месяце освобождены 28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针对双方伫哈尼科夫战争的情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透过出席北欧国家峰会场合，甲战局不利的原因，撒互欧美提供武器的速度上慢。From the moment of acceptance of the supplement to the moment when you can use it, half a year can pass, or even more.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is the main enemy of ours. The slow supplies. 另外，针对乌克兰甲袂当用欧美的武器攻击罗西亚境内的目标，北约组织内部意见也是无共款。美国目前的态度是倾向有限度稳准，大部分欧陆国家是认为值得鼓励。不过，意大利甲匈牙利等等的国家也是坚持反对，认为无应该互冲突也关做北约甲罗西亚直接对抗。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镜头来看，回答 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来台湾，昨昏去台北大巨蛋甲职棒的比赛开球，正做咱职棒历史上好嘅开球来宾，真侪民众拢烧钱去翕相。我咧选择要等球的时阵，遮尔侪人看，我足紧张的。也咧伤悬，昨暗时袂困的。所以拜托诶，我现在要等球的时阵，大人目睭起一下，免伤久。OK， 大家谢谢，谢谢。黄仁勋为着要参加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搁再来到台湾，受到各界关注。这间黄仁勋无穿伊定定咧穿的乌色外套，是换穿93号的旧衫，也就是 NVIDIA 创办年份1993年。虽然黄仁勋头一只讲伊真紧张，不过伊开球是真顺利，成功把球弹入去球星林志胜的手套内底。因那台北大巨蛋到底当时才会当来举办演唱会？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表示，当初时怪不得市府伫咧使用的执照注记得甲限制起来啊，无人会当改。因那国文地是回应讲，无人讲大巨蛋袂当举办演唱会，不过得爱先规划演习甲导生的计划。台北大巨蛋去年底启用，除了运动的比赛，什么时阵会使开演唱会呢？早起参加青年局成立大会，台北市长蒋万安讲，也需要各界努力，先甲拍开。我们上任之前，其实相关的弹书限制就已经在那里，我们也很希望各界大家共同努力，设法将这个结打开。到底是什么结？拜五伫市议会备询的副市长李树川讲，这个结是关市府当时合法使用执照顶面的注记，大型军事活动申请爱符合相关的规定，也是经过专业机构审查验证，防火导生必然安全。这个注记若是无法度解开，议员也质疑可能找无专业机构来审查。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解，就是你今天讲的那2个单位，到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审。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公务人员绑绳子比较容易，
解开绳子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台北市府态度真明确，希望让大巨蛋开演唱会，对此外佣也表示努力。如果说社会上的共识或是整个氛围是认为说应该要开演唱会，而且必须要开演唱会的话，那我们当然愿意配合。红点名甲这个大巨蛋爆死，早起人伫高雄看摄影展的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也回应，无人讲大巨蛋袂使开演唱会。大巨蛋可以当演唱会用，没问题，但是它的逃生计划要有一个演习的哈，甚至一个规划哦，只要做完以后。那当然可以用啊，怎么不能用？郭文铁讲，大巨蛋因为限制管道对下面挖落去10公尺，互路线更加复杂。也若听演唱会民众会伫球场顶面，甲看比赛时，拢伫观众席顶面，两者疏散的方式完全无共款。所以讲，当年才要求去做这个安全的验证。也若这安全，什么人要来审，安怎审？军市府甲外佣也用尽心思想办法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台大为着要解决学生宿舍无教堂大的问题，即马规划43亿外要来起3栋的学生宿舍，提供3700外的床位。校长陈文忠表示，若是按照计划，伫咧2028年改完工，会成做台湾上大的学生宿舍。台大10多年前就甲民间 BOT 伫学校4个位启用宿舍，来应用学生宿舍的不足。即马学生宿舍21栋，8600多名学生住入去，床位不足，部分宿舍老旧的问题犹原要伫咧。我自己住过最小的大一女舍，它是就是你的宿舍床位2个椅子拉开就已经几乎要贴在一起了，没有什么走动的空间。前校长关仲敏任台答应兴建新宿舍，伫现任校长陈文忠有进展。学生宿舍设计负责人林秋明伫册伊的校部会议报告，会伫基隆路甲新海路口兴建3栋14层楼高的宿舍，1109房，3752个床位。其中性别优先宿舍第3楼37房96床，无障碍双人房，位伫1楼至2楼，有20房40床。校长陈文忠讲，有估43.3亿，5万8年后庆2028年完工，会加做全台上大学生宿舍。学生代表烦恼机车位不足，宿舍这么大，管理也是挑战。它这个房都超过我们以前原本的管理的范围哈。那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良好的管理制度，更符合同学们的居住的需求跟品质？教育部推动为期5年的新宿舍运动2.0，今年8月上路。陈文忠表示，会申请相关补助，高透过捐款帮忙学生，和租金伫合理的范围。另外，性别优先宿舍的申请条件是啥物？会开公听会，若未来学生通过，会当揽咧大，会定相关管理办法。记者综合报道。5日这进前天气拢较湿，蚊虫较高，所以古早人拢会烧夏草来赶蚊虫。这款的民俗，这款的野草文化是一直维持到今。即马着民间团体要推广台湾的野草文化，嘛有开设课程，希望会当传承互囡仔知影。一草大家就可以依序哈，是小白花，就是寡草，然后再来月桃，再来艾草，再来芙蓉。甲拍打的草掠细地食看卖，囡仔感觉真新奇，也有囡仔面结规球。这是上互囡仔听的野草文化课程。5日这就要到，传统民俗会伫门口挂香，也会用竹叶啊、龟头叶啊包肉粽。其实咱的文化参野草真有关系。蚊虫嘛足侪，所以古早人因就会用迄个想办法，互家己莫有破病。较早人拢会用迄个边仔的草药啊、草啊，来做药啊，来用安尼，啊无就是摕去烧。烧的吼，就感觉讲，安尼厝内敢若较清气，较无蚊虫安尼吼，较袂破病啦。这个野草课程就办伫台北市艋舺的市场古迹新富店文化市场，这栋古迹就点伫卖济实在的传统市场内底。主办单位当年5日节就会办这款在地文化的课程，希望唔但传播民俗知识，也甲在地市场结合。最重要的是，从节气里面去认识饮食文化，以及我们也透过这个文化，这个活动去跟市场摊商、跟在地的店家去做这样子的合作，然后一起把这样子的节庆文化带给小朋友。注心研究台湾野草文化的所立中，等咧透过推广古早人使用野草的知识，互大众知影。希望咱通伫这寡知识当中徛发在，也发展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野草文化。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
为着要传承母语，台南市教育局有伫咧儿童科学馆的广场举办多元语言的体验活动，邀请一些母语团体来摆档，互大人囡仔会当来遮哪算哪学无共族群的语言。 囡仔摕规定做的唱上课准，弹着倒一个词，爱用台语大声念出来。另外，这档嘛传家诗，企图互囡仔对罗马语先学起，才搁教因念家己的名字。为着要甲母语亚境传出去，台南市教育局办多元基本体验活动，设备但互动关卡，毋若学台语、客语甲原住民的文化，嘛拢通接触到。学到可以原住民语甲台语，就个台语我会名的台语。用游戏的方式，然后让他去学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用处比较少一点的稀奇的台语。咱的大的名叫做桂冠的名是人名台语声，咱叫出来台语名吼，会使用罗马字的白话字安尼家己写出来，这自看几年就有诶。教育局指出，早晚活动通增加大家对文化的理解甲尊重，伊嘛提供舞台，予各族群学生上台表演的机会。另外，儿童科学馆内底是以台湾教育史做主题点，呈现各时代课本等物品，嘛代表着不同时代教育方向参社会发展的关系。这阵走向多元语言的发展，因毋望未来结合科技，予后一代有更加好的未来。以前的课本是学过，即摆比较彩色的，用的部分比较侪物件。会当发展咱这个上新的科技，互上新的科技来带领咱台湾的教育未来，互囡仔了解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时期的教育，嘛有未来新兴的教育，拢伫咱这个展览内底会看得到。这个展览到9月初1，教育局表示，伫关外广场每礼拜假日拢会办无共主题的走关游戏、参音乐会，希望乡亲会当渐渐甲族群语言文化对生活中捡倒转来。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市的新科国中，当年拢会经一个国家，互学生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甲历史，提升学生的国际观。今年就经菲律宾做主题，互学生家己设计活动来认捌无共国家的特色甲文化。Ready, go！ 快点！比赛开始，赶紧甲传统服装穿好好势，行去头前要比看卖，啥人较知影菲律宾有啥物特色？除了认捌当地名产以外，更互学生来耍当地跳吉歌。很好玩，然后学到那个菲律宾的语言，然后要怎么跟人家说谢谢跟你好之类的。那可不可以讲一下？萨拉曼，只是谢谢，然后这还是手语。菲律宾有面具节哦，面具节还有什么东西啊？复活节不是复活节，那个他们信仰的宗教。对，信仰宗教是天主还有基督，然后还有佛教。新竹市新科国中以菲律宾国家做主题，设计出好耍的过关游戏，让学生透过活动会当学习体验菲律宾当地文学、艺术、运动、历史等等多元文化。今年有高中学生来共同参与活动，也可以透过闯关游戏去认识一些相关菲律宾的饮食文化啦，或是一些交通他们的风情的一些特色这样。活动设计最主要是由我们各领域，在我们9年级的班级设计有关于菲律宾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国家议题的一个课程，然后由我们9年级的孩子来负责关卡的一个设计。比如数学领域，我们就设计的是货币的一个闯关，非数不可。那我们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艺文领域设计的有关于菲律宾的一些民族运动，就是竹竿舞的部分。校讲，逐年举办的国际教育体验是以地球村做概念，每一年拢会以一个国家做课程发展主题，希望让学生对活动中展现尊重多元文化，也培养家己的国际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玻璃在，做好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5度至29度，中部地区25度至31度，南部地区26度至33度，
东部地区26度至32度，还有外岛地区19度至2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